开始来关心新北市幼稚园饲药的风波，或者家长即摆拢是真烦恼。昨昏，佫传出宜兰某一间补习班，甲学生囡仔饲药啊，这是为着讲要互学生囡仔上课会当专心，互学生囡仔食3级管制药品利他能。官方去调查了后，确认这是事实，要求补习班爱限期改善，爱停止招生。地检署嘛已经介入调查，要找出药啊到底是对倒位来的。 为了要让学生上课较专心，宜兰县某一间补习班传讲，饲学生囡仔食利他能，这种药啊是第3级的管制药品，是治疗儿童注意力无够过动症定定开的药啊，就要经过医生诊断才会使开药单。是没有听说，因为小孩在这边，他跟我讲好像都没有。 补习班的人无医生的资格，也毋是家长拜托，就互囡仔食，已经违反医师法。宜兰县政府调查了后，昨嘛确定有2个囡仔食过利他能。补习班的负责人是讲，有经过家长同意才互囡仔食药啊。给一些他认为可能是有注意力不集中孩子使用如果有改善，他就会劝家属说赶快去看医生做进一步的诊查。当然，他的动念你不能说他不对，但是这个做法是错误的。 绝对是错误。县府除了要求补习班限期改善，立即停止招生，也通报地检署侦办。因过调查县内病院甲药房，管制药品并无异常的流向。补习班药啊对倒来，也过来调查。希望一方面进行行政调查，第二个我们主动通报我们地检署，我们地检署也立即介入调查。政府团队就是要给孩子提供关怀和安置。 还有必要的筛选的服务。了解执行补习班的学生有106人，这么确定有2个读小学的学生被错误提供药啊，一个8岁，一个10岁。县府讲家长若是有疑虑，卫生局已经协调几多间医疗院所提供咨询加体检的服务。记者综合报道。